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3月5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抓住转运的机会，抓到转运的机会。我们又回到要再看1到4章，虽然很长，我鼓励弟兄姐妹不厌其烦的再一次来看，因为从不同样的角度来看到上帝他奇妙的作为。好，我们要来读今天的金句咯。约书亚记2章12节，现在请你们指着上主对我发誓，你们要善待我一家人，像我善待你们一样，请给我一个保证，好让我相信你们。约书亚记2章12节。最近我们看乌克兰，他面对俄罗斯连日的攻击，少数人离开他们的家乡，但是大部分的人留下来，同心奋勇抵抗，使得原本看似孤立无援的处境，最近我们看到得到各国的援助，欧盟也提供飞机武器，各国更对俄罗斯来做出经济的制裁。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他们面对的情势大大的转变，也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进行谈判。我们来看第2章里面所描述有关喇合的故事。今天牧师要重点放在这里。喇合他身处险恶的环境当中，你知道他要为了过生活，他必须出卖自己的身体服侍客人。那在面对国家生存的困境，而喇合他的朋友们都不敢来埋怨身处这种险恶的环境，他们就活在代代相传的不幸当中，没有人能够为自己所遭遇的待遇挺身反抗，也从未尝来逃离这个卑贱的生活形态。但是我们看到喇合就不一样咯，他希望能够靠着信心克服他所处这样不幸的环境，他一直在等待有逆转人生的机会。突然有一天喇合听到有关于以色列上帝的消息，对他来讲是一个转运的大好机会。他认识这位掌管天上地下的上帝。当这些以色列百姓即将来抵达耶利哥城，这位上帝也会莅临在这个城当中。但是耶利哥城有好多人，他们却认为他们即将面临不幸的结局。但是呢，喇合他就不一样咯，他的心态也不一样。他虽然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死交关存亡的处境，他没有以消极的态度来面对他的卑贱处境，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，他没有埋怨环境，他没有悲叹他的身世，他也没有对别人筑起高高的心墙，他不憎恨自己的悲惨人生，反而他为了要让自己更幸福，他随时等待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所以他觉得以色列人的出现对其他人来讲是一个危机啊，但是他认为这对他来讲是
带来他人生的转机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认为自己处在不好的环境当中，并且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所以你自己就筑起一道的高墙，就好像耶利哥的城墙一样，与人隔绝，每天过着很忧郁的生活吗？那么你要转变一下你的想法，就好像喇合一样哦。不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，我们都一定比喇合更幸福。所以不要认为自己已经没有机会而放弃自己，要随时等待机会，好像喇合一样。耶利哥的人民都认为耶和华上帝的出现将带来灾难毁灭，但喇合他确信耶和华上帝不只能够帮助他的人生来转败为胜，还能够解除他险恶的处境。因着他充满正向的思想、信心，并且又有坚决的行动，喇合让自己和全家能够得救，进入到上帝恩典的家谱当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但愿我们和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成为蒙恩得救的子民。这个就是因为你抓住那转运的机会，不要让这个机会从你的手中溜走。我们来默想喇合他面对危急的时刻，他选择冒险保护探子，抓住转变人生命运的机会，使得他和全家能够得救。这个对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邀请你做我思想的主，使我有属神的思想，不受所处的困境来束缚我们。因为我们深知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的道路，你也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能够随时抓住你给我们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就是透过受洗归入主你的名下，我们才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救恩。谢谢主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平安、健康、喜乐，凡事兴盛。我们下次见。